我生日快乐！你怎么来了？给你个惊喜啊！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啊？教会告诉我的。你俩生日不是没有差几天吗？哦，对了，你们训练结束了吧？那结束的话，我们要不要一起去个游乐园呀？我一直都好想去一趟游乐园。你生日我生日啊？啊？去哪儿不应该我决定吗？可是我一直都好想去一趟游乐园，要不要去？要不要去？要。走。我想玩那个。哎呦，那可是电影里的情节啊！我一直都好想去一次的。你恐吗？我恐高。啊？你哪种程度恐高啊？我不会去的。那好吧，看来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去了。原来这个世界比我想的还要好看呢。连摩天轮都没坐过，真不知道你怎么长大的，真是。还说我呢，你不是也第一次坐吗？别晃了你。嘿嘿，哈哈哈哈！早知道你这么害怕坐摩天轮，我应该早点带你过来。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都不能动，我对你做什么，你都不能反抗。谁说我不敢动？你觉得好看吗？好看。今天你是寿星，你穿什么都好看。我也觉得。对了，我刚刚问了11了，他说他会准时到。真的吗？可爱吗？可爱可爱。给你，我还请了李哲。李哲？你请他干嘛呀？你跟他很熟吗？因为这个，你知道我很容易被收买的。对了，你跟春山现在什么情况呀？啊，我也不知道。学姐，虽然我们年纪差不多，可是我总觉得你内心很坚定，遇事也很有主见，不像我，一旦遇到事情就会左右摇摆，举棋不定。张怀，你是编剧，应该看过不少关于吸血鬼呀、不老之身之类的传说吧？那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，会有那么一种人，他们活了上百年，
上千年，他们拥有跟人类一样的情感，他们有爱也有恨。你觉得这种人真的存在吗？当然不会有了，这些都是编剧们凭空想象出来的，都是不存在的啊。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啊？啊，这不是万圣节要到了吗？我就突然想起来了。江淮，江淮下来！我下去看看啊。啊。你怎么来了？江淮叫我来的。你叫的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个我还有事儿，我上楼找雪姐。你们聊啊。哎，车站，帮我好好招待他们啊。拜拜。你干嘛去？要不休息一下？你在干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夫人，晚餐用餐时间到了，我叫的是鲍鱼粥，营养有益于消化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前台吗？我是185号房间，请快速帮我叫辆救护车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那我们现在玩的游戏就是考验知识的储备了。我现在根据网上的题来出，你们答错了，全都得喝酒啊！好。答对了有奖金吗？奖金你出啊？唉，好开心啊！好久没跟朋友这么一起玩游戏了。哎，来吧，好了，第一题啊，宋金战争时间。从8岁就出国了，中国历史真的不擅长。你们呢？1125年到1234年。回答正确。